做过的人是愈来愈少，台南嘉南药理大学的老师带学生行出护关，除了林北西港地区的产业文化，也佮安排因体验做传统的红菇粿，这物件唔但好吃，也林北背后的文化意涵。 用红菇泥的猪米粉内底包麻啊、巧克力，佮放入果脯、用乌贼，用做红菇的形，大家拢做甲真有班。这些大学生拢是头一届体验。台南嘉南药理大学管理系利用教育部 USA 计划，带学生实际行打西港啊，除了林北乌麻的产业，嘛体验古早台湾传统朴实的做粿文化。家己哪做的，当知伊制作过程是啥物？佫袂歹耍啊！这第一届。 互我知影这种物件。学生会当伫咧做的中间了解讲这红菇粿吼，伫咧咱啥物是一生的中间吼，啥物时阵会用到。因为过年过节也是过带喜事，家家户户拢看到红菇粿这项传统的食物。那红菇粿造型合本就真深，业者讲古是四大灵修之一，有向人吉祥长寿的含义。古早人会摕活菇来祭祀，后来因为时代转变，才渐渐以旧的美食来做代替。寿桃是新民生日咧祝寿，咱会用迄个寿桃这种菇啦，菇是长寿嘛。咱的新民的生日也是咱兜有喜事送啥嘛，寿桃甘长寿两个拢相共，拢长寿的意思啦。近来做过人哪来哪少，业者烦恼会失去因摒细保存古早味，除了做传统的红菇粿，佮结合创新变出新的花样，因望借此互少年人愿意接触台湾的本土文化。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。